今日香港社會嘅一則消息，令到唔少人回想起一段充滿傳奇色彩嘅歷史。向華嚴先生呢一位生於1932年嘅人物，喺2025年12月23號朝早喺跑馬地養和醫院安詳離世，享年93歲。呢個消息雖然唔係突如其來，但都喺江湖同娛樂圈引起咗陣陣迴響。因為向華嚴唔單止係一個家族嘅長子，更係象徵住香港上世紀中葉一段風雲變幻嘅時代。佢嘅離去就好似一頁舊報紙被風吹起，重現咗香港由戰亂到繁榮嘅軌跡，同埋一個家族如何喺呢片土地上紮根、崛起、轉型。俾我哋一齊回顧呢段歷史，睇睇向氏家族如何同香港命運交織，點樣面對時代變遷同種種挑戰，逐步適應變化。向氏家族嘅故事要由佢哋嘅先祖講起。向前先生呢一位廣東陸豐人，早年投身軍旅，喺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出色，成為戴笠將軍嘅心腹。戰後佢被派往香港潛伏，當時香港正係處於動盪時期，港英政府統治下，社會百廢待興。向前喺1919年左右成立咗一個名為義安工商總會嘅組織，表面上係幫助同鄉做生意，實際上係一個以潮汕人為核心嘅社團。後來演變成新義安。呢個社團喺香港黑道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，喺上世紀50、60年代，成員最多時達到20萬人，影響力遍及各行各業，包括碼頭、娛樂、建築等。向前唔止係社團領袖，佢仲有國民黨軍統背景，喺香港建立咗一個龐大網絡，幫助唔少同鄉安身立命。佢一生娶咗4房太太，生咗13個仔女，向華嚴就係長子，由正室葉青所生。呢個家族喺香港落地生根，成為本地一股不可忽視嘅力量。新義安唔單止係黑社會組織，更係香港移民社會嘅縮影。當時唔少內地人嚟到香港，靠社團互助求存，呢一點同香港作為移民城市嘅特質密不可分。向前嘅努力令到向氏家族喺香港站穩腳跟，佢哋唔止喺地下世界有影響，後來仲滲透到正當商業同娛樂圈，成為香港經濟發展嘅一部分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，喺上世紀中葉經歷咗急速轉變，由戰後廢墟變成亞洲4小龍之一。向氏家族同香港嘅關係就好似一條隱形脈絡，連接住黑白兩道。向前喺香港建立新義安，唔止為咗個人野心，更係為咗保護同鄉利益。當時香港社團林立，新義安以潮州人為主，組織嚴密，分設5府10結，各地區有坐館負責。呢個社團喺港英時代幫助維持社會秩序，同時又涉及唔少爭鬥。但向氏家族唔止停留喺地下層面，佢哋逐漸轉型。向華強同向華勝兄弟就係典型例子。向華強喺家族排行第10，佢同太太陳嵐創立中國星集團，成為香港電影界巨頭，捧紅咗周星馳、成龍等巨星。呢一個轉型反映咗香港由工業城市轉向服務業同娛樂業嘅過程。新義安同香港娛樂圈嘅交織，令到向氏家族成為傳奇。佢哋唔止控制咗半壁江山電影市場，仲影響咗香港文化輸出。向前嘅其他仔女亦各有成就，向華國從事投資，向華文管理家族事務。呢個家族喺香港經濟騰飛時期揸住機會，實現咗由黑到白嘅轉變。香港嘅繁榮離唔開呢一類家族嘅貢獻，佢哋喺亂世中求存，喺盛世中擴張，成為香港故事嘅一部分。向前先生喺1953年因為涉嫌非法政治活動，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，去咗台灣。呢一個轉折對向氏家族嚟講係巨大考驗。當時向前已經建立咗龐大勢力，但離開香港後，社團面臨群龍無首嘅危機。呢個時候，向華嚴作為長子，自然肩負起責任。佢當時大約21歲，啱啱從喇沙書院畢業，又讀咗專上學院。本來無意投身江湖，但係家族需要，佢義不容辭接手新義安事務。喺佢領導下，新義安唔止穩定咗陣腳，仲進一步壯大。向華嚴有智慧，佢唔止靠傳統手段維持社團，更注重組織化管理同埋擴大影響力。佢岳父呂祿係呂樂叔父，呂樂係著名華探長，呢層關係為佢提供咗保護網。喺1950年代到1980年代，向華嚴將新義安打造成香港首屈一指嘅社團，成員遍佈各地，涉及多個行業。佢嘅領導風格低調務實，唔太張揚，但效率高。
呢段時期，香港經濟起飛，新義安喺碼頭、夜總會、建築等領域有份額，幫助家族積累財富。向華鹽唔只係社團領袖，佢仲係家族支柱，照顧眾多兄弟姊妹，好似長兄如父咁。向前離開之後，向華鹽嘅接管，確保咗家族延續，仲令到新義安喺香港黑道歷史上佔據重要位置。呢一個轉移係向氏家族適應環境嘅典範，喺亂世中求變，始終保持活力。但好景不常，1987年向華鹽捲入咗一宗震動全港嘅案件，俗稱新義安龍頭案。呢一個案源於1986年警方嘅臥底行動，警方派人潛入社團內部搜集證據，指控向華鹽身為三合會高層，管理非法組織同埋勒索罪。當時香港正係處於反黑高峰期，廉政公署成立之後，警方打擊社團活動力度加大，新義安作為最大組織，自然成為目標。案件喺1987年4月開審，向華鹽同其他被告被控多項罪名，控方呈堂證據包括錄音、證人證供等。向華鹽喺庭上自辯，強調自己係正當商人，同社團無關。但初審嘅時候，法庭判佢罪名成立，監禁8年。呢個判決震動咗香港社會，因為向華鹽唔只係社團人物，佢仲有廣泛人脈。案件過程充滿戲劇性，警方嘅臥底行動暴露咗社團內部運作，但同時引起咗公眾對司法公正嘅討論。向華鹽被捕之後，新義安面臨內部動盪，有元老企圖奪權，但家族團結頂住壓力。呢宗案唔止係向華鹽個人危機，更係香港社團歷史嘅轉折點，標誌住港英政府對黑社會嘅強硬態度。向華鹽喺獄中服刑約22個月，期間保持低調。1989年12月，向華鹽提出上訴，最終成功推翻原判，當庭獲釋放。呢個結果主要係因為控方嘅關鍵證據出現漏洞，例如一份被指係社團成員名單嘅文件，其實係舊日慈善活動嘅捐款記錄，當中甚至有已故人士嘅名字，證明唔係用嚟管理社團。上訴庭認為證據唔夠確鑿，未能達到刑事定罪嘅嚴格標準，於是仲向華鹽清白，承認初審有誤。向華鹽出獄之後，選擇咗低調生活，遠離公眾視線。佢宣布退休，將社團事務交俾下一代。次子向展偉係英國執業律師，協助處理家族法律事宜，成為第3代領袖。向華鹽晚年注重健康，熱愛運動，鮮有露面。上一次公開出現係2023年7月，出席武打明星陳慧敏80歲壽宴。佢嘅幼子向展傑從事珠寶生意，曾經接受訪問，表示父親博學多才，低調做人，好似長兄為父咁照顧家人。呢一段時期，向氏家族進一步轉型，淡出社團事務，專注正當生意。向華鹽嘅低調唔只係個人選擇，更係適應時代變化。香港回歸後，社團活動受嚴格管制，向氏家族順應潮流，轉向內地發展電影同投資。向華鹽嘅一生從接管社團到低調退隱，充滿智慧同韌性。佢離世後留低咗一個家族嘅傳奇，同埋香港舊日風雲嘅一頁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亂世中求存，盛世中轉型，個人同家族嘅智慧選擇，永遠係決定未來嘅關鍵。向華鹽先生一路好走。